绽放，有一天起航，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樣。我以前都以為我識得愛自己，但係直到我發現我其實只係識愛有產出嘅自己。歡迎返到嚟冬菇妹成長哲學，我係冬菇妹。呢一檔嘅 podcast 係關於成長嘅長對話。我今年19歲 Year 2大學生，一邊讀緊書，一邊去實驗人生。喺呢一度，我會用心理學同埋哲學嘅視角去拆解各種關於閱讀、焦慮、成功、主體性同埋自我價值有關嘅內容。喺呢一度，係一個正在成長緊嘅人公開嘅思考。今日咧，好想同大家探討一個話題，就係乜嘢叫做愛自己呢？我對於愛自己呢一個嘅概念呢，其實最近先至真正慢慢開始去理解。由幾年前開始啦，當我正式接觸咗身心靈，即係了解到吸引力法則啊等等以下嘅內容呢，我就睇咗好多 IG post、小紅書啦，或者係自己睇書，好多人都會講話，要愛自己啦，要錫自己多啲啦。但係我覺得呢個觀念好多人講，但好似冇乜人講得清楚，其實乜嘢叫做真正嘅愛自己呢？好多嘅 post 療癒嘅 post，同時啦，我又作為一個 ENFP， 咁 NFP 嘅人嚟講，一定係好中意呢一啲情感類型療癒嘅 post。入面佢講到要接納自己，要擁抱脆弱，要去做自己，呢啲就叫做愛自己啦。當時咧，我道理係好識得講嘅。你問我愛自己嘅定義係啲乜嘢，我可以好快咁樣話俾你聽。但係原來我最近呢幾個月先至真正明白究竟乜嘢叫做愛自己。首先喺度就想同大家拆解下3個關於愛自己一啲好常見嘅一個誤解。好多人咧以為愛自己咧就等於買嘢啦、放縱啦，或者去獎勵一下自己啦。其實呢度關於一個心理學嘅機制，所謂買嘢然之後即時嘅快樂，其實佢係產生咗一種即時嘅多巴胺滿足。我最近睇咗一本書，佢個名咧就叫做《看不見的力量》。咁呢一本書當中咧有一個觀念，快樂同埋幸福呢兩者之間有啲乜嘢分別嘅咧？呢本書入面講到，快樂追求嘅係一種比較短暫嘅一個舒爽啦。例如諗下我哋放工放學翻嚟，打開手機或者開住一袋零食喺度睇一啲短視頻，跟住食零食。喺呢個 moment 我哋會覺得好開心好快樂。咁但係呢一樣嘢係咪就係叫做愛自己呢？呢本書嘅作者當中咧，佢有講到幸福同埋快樂最大嗰個分別就係你追求幸福，你必然一定要經歷一啲嘅痛苦，經歷過一啲嘅唔舒服，有少少痛你都繼續行落去。例如可以係做運動啦，或者你學習一樣新嘅技能、新嘅興趣，往往喺呢個學習嘅過程，你當中會遇到一啲痛苦，但係你堅持咗過去，你會感受到一種無比嘅一種滿足感。就好似以我自己嚟做例子，咁我最近咧就聽多咗好多 podcast 啦，而自己都開始做 podcast，因為我都係最近先開始做呢一種長嘅內容，而呢一種長嘅內容咧，好講求你嘅內容夠唔夠豐富啦，同埋你入面有冇一啲重點自己嘅故事可以按，或者係一啲嘅理據背後支撐自己呢一種嘅講法咧。咁呢個咧都好考自己一啲語言組織啦，同埋表達嘅能力。往往我做完呢一件事，我就會發現我係感受到嗰種嘅滿足感，同埋嗰種嘅快樂同埋幸福係有嘅。但係過程我要經歷嘅係我要剪輯，我需要去諗內容，我需要去做一啲比較詳細思考梳理嘅環節。咁而呢一樣嘢必然會有少少唔舒服，或者係有少少嘅辛苦，因為喺舒適區以外呢一件事，佢係會令到我得到幸福。而所謂愛自己，係咪純粹係單純快樂、即時滿足、即時快樂睇手機去追劇呢一種就叫做愛自己呢？其實呢一種未必係愛自己，我會認為係一種追求幸福嘅一種道路。咁而第二點啦，愛自己係咪就係等於咩人都唔理，淨係做自己想做嘅嘢呢？好多時咧，我都成日聽到一啲聲音，就係話我哋人生都係匆匆幾十年，人生一定要做啲自己係真正想做啦，自己中意做嘅嘢，自己唔中意做嘅就直情乾脆唔好做。但係我就會覺得真正愛自己唔係話好反叛，完全唔理身邊人嘅意見，年齡
齡層10幾20幾歲呢個時間，總會有好強嘅主體性，即係好想知道自己係邊一個，自己適合同埋唔適合做啲乜嘢事，好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唔要乜嘢。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呢個都係我哋主體性嘅一個建立。咁詳情都可以聽翻我上一集講關於主體性方面嘅內容。但係所謂嘅愛自己，唔係淨係做一啲自己好想做嘅嘢，而係你有時候你要識得去諗，究竟我做呢一件事可唔可以為自己帶來一種長遠嘅效益呢？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追求即時嘅快樂，只係做自己想做嘅嘢，例如今日好想係追全日劇，跟住嚟緊呢幾個禮拜都係想玩電話，跟住打機追劇，無疑呢一樣嘢係我哋自己非常之想做，同時食啲垃圾食物，呢個係我哋人類一種共通嘅特點，因為我哋都對呢一種高糖分啦、高油脂嘅嘢係會感到興趣啦。我哋以往係古代或者打獵嘅時候生活嘅時候，有呢啲食物係非常之難，所以我哋身體為咗要儲蓄我哋嘅能量啦，所以咧係需要去食呢一啲。而我哋呢個社會科技有進步嘅同時，但係我哋人類嘅大腦某啲嘅部分都係未有進化。咁我就會諗，其實愛自己唔係等於唔理任何人，只係想做自己想做嘅嘢。第三，關於愛自己嘅一個誤區就係，我覺得愛自己等於你真正去接納到自己所有嘅缺點，除咗可能係啲雞湯文嗰度所講話愛自己要好好去買啲嘢啦，放縱一下自己啦，做自己想做嘅嘢啦。但係我覺得真正嘅重點係愛自己，你係要接納自己嘅所有嘅缺點。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難嘅，係因為我哋對於自己嘅愛呢，總係有條件嘅。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真實經歷過嘅一件事啦，尤其是係放假嗰陣時啦，我自己呢係試過有一啲日子呢，嗰一日入面呢係完全冇產出嘅。我講緊嗰一日係完全冇出街啦，都冇打扮啦，冇拍片啦，冇做創作，冇去睇書，冇學啲新嘢。我可能全日嗰一日我就喺屋企煲劇。而家回想翻，我會覺得好浪費，同埋當時我都會諗，嗰一日我望住自己真係覺得好失望。我一邊講住話要成長，但係一邊又做唔到，好似好廢，浪費晒啲時間。而我突然之間喺度諗，如果呢一個人係我最好嘅朋友，我會唔會咁樣對佢呢？我會唔會先問一句，你係咪真係覺得好攰啊？你係咪逼咗自己太耐啊？嗰刻我先明白，我的確係唔識得點樣去愛自己。我對於自己嘅愛係有條件嘅，往往嘅就係呢一種嘅條件，去令我學唔識得乜嘢叫做真正咁樣愛自己。大家可以諗下，由細到大，我哋嘅成長嘅經歷，我哋身處嘅環境，或者我哋嘅父母點樣去對待我哋呢？係咪通常都係會用一種有條件嘅方式去衡量我哋有冇價值？例如我哋成績要考到幾多分，或者我哋好似要好努力去爭取某一樣嘢，爭取名次，去贏得獎項。喺呢個時候，我哋嘅父母先會覺得我哋係有價值，我哋係值得被稱讚嘅呢。如果我哋嗰一日完全冇學習，完全係冇嘢做過，我哋仲能唔能夠去愛自己呢？而嗰一刻冇產出嘅一日，我單純唔係覺得內疚咁簡單，而係嗰陣時我對於自己身份認同都有一刻嘅動搖。我覺得自己唔配講成長啦。明明我已經有 podcast channels 或者我自己自媒體 IG 全部係講啲關於閱讀成長個人成長，講努力。最近仲有一句金句就係向死而生。喺嗰個 moment 我覺得自己真係唔配講呢一樣嘢。我好似同緊自己做咗一場審判咁樣，我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我覺得自己唔值得去愛自己咯。因為我嗰個 moment 我真係覺得完全冇產出。我哋有陣時候俾原生嘅家庭，俾呢個社會去塑造咗一個觀念，打從心底裏我覺得我係一定要成功，我先值得去愛自己。好多人由細到大都會覺得我要好值得，我要去爭取，我先值得被愛，我要有價值，我先可以被自己去接納。我就發現真正嘅成長係當你唔再用表現去交換自我價值。啱啱我有略略講到啦，就係用一個朋友嘅視角嚟帶入。嗰時我而家回望翻，我都會喺度諗，假如我有一個我好愛亦都係我最好嘅朋友，佢間中一兩日可能佢會完全係冇任何嘅產出，佢會係喺屋企追劇，又唔出街，又唔打扮，亦都冇任何嘅學習。我會同我呢個咁好嘅朋友，我會同佢講啲乜嘢呢？我一定唔會去鬧佢，唔會去同佢講話乜你咁廢㗎，你平時又話咩學習成長啊，結果今日咪見到你全日留喺屋企，根本你都冇任何嘅
學習冇任何嘅產出，冇任何價值咯。我會唔會咁樣同我呢一位好朋友去講嘢？即係如果我好愛佢，亦都係我身邊最好嘅朋友，我知道佢有呢種情況發生咗啦，我會唔會咁樣同佢講嘢？好明顯我一定唔會去咁樣講，反而我會先去了解佢嘅情況，我就會問佢：喂，其實你最近係咪太攰啦？係咪因為你逼得自己太緊，所以你有一日你會係無意識咁樣有一個報復式嘅休息呢？因為如果正常你每一日都係喜歡學習，而同時你又安排到俾自己休息嘅時間，做好個平衡，你係唔會突然之間係會想有一日係會完全係放低晒所有你嘅目標，放低晒所有嘅壓力，而純粹去 hea 嘅喎。hea 完之後你個過程你唔係 enjoy， 你反而會覺得內疚。正常唔應該係咁樣嘅喎。用朋友嘅視角喺心理學角度入面就係一種自我慈悲嘅3個元素。第一個就係 self-kindness， 你首先去學習點樣愛自己之前，你要去對自己去溫柔去對待，你要對待嗰一個人好似係你一個最好嘅朋友。第二啦，共通嘅人性，我哋要明白我哋只係一個人類，我哋唔係一個生產嘅機器，唔係唯一一個會懶啦、會散啦、會突然之間俾壓力去湧埋嚟而推冧嘅人。我哋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類，我哋係需要去合理咁樣安排自己嘅時間。第三， mindfulness， 如實看見，唔好用一啲自我批評嘅說話就話，喂，其實我自己真係好廢，或者你扮自己係冇事，係需要去誠實去面對自己一樣嘢就 OK， 我今日狀態係差啲，我好攰，我係需要一啲時間去令到自己復原。我覺得呢一個係我最大嘅一個學習咯。當我唔識得去愛自己，或者我覺得愛自己係需要有某一種條件，有某一種產出先可以愛到自己嘅時候，我會去用一個朋友嘅視角，我當嗰個係我最好嘅朋友，到底我會同佢講啲乜嘢呢？呢個亦都係上升到我哋上一集有講過嘅一個卡爾雍佢所講嘅一個陰影嘅整合。如果我哋每一個人只係喺我哋自己努力上進清醒嘅時候先至去愛佢嘅話，我哋愛緊嘅只係一個理想嘅人設，而我哋唔愛嗰個部分，例如懶惰啦、脆弱啦、逃避啦、妒忌啦，就會變成我哋嘅陰影。而陰影越被壓縮嘅時候，佢往往就會用一啲更加激烈嘅方式出現，例如暴飲暴食、報復式躺平同埋情緒爆炸。我諗我之前有啲日子，我係出現咗呢個報復式躺平，都係我自己內在陰影嘅反撲，因為我冇去睇到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佢懶脆弱嘅一面，而我對於自己係太 harsh， 我係需要喺日常當中去平衡學習以及係休息嘅一個時間，而唔好錯誤運用咗報復式躺平去做。另外，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樣嘢，就愛自己唔係等於縱容。佢係一種好溫柔同埋好誠實嘅一種呈現。嗰種溫柔就係首先你承認自己你攰、你怕、你會失控，但係我後來諗明白，你唔好用呢一啲做藉口去放棄我人生想成為嘅人。我愛自己同時，我可以承認呢一種自由同埋責任。我可以攰，但係我仍然都要為我呢個選擇去負責，因為我會發現每當我出現完呢一種所謂報復式休息之後呢，我個心一來會好內疚，一來會覺得我真係好有一個自我批評嘅聲音喺我嘅腦海當中啦。但係同時我永遠都冇放棄過我人生想成為邊個呢？想成為一個好優秀嘅人。另外，我今日咧最近喺度思考緊一個問題，有冇啲咩理想嘅特質我係好想喺我人生當中可以呈現到出嚟呢？有3個。第一個就係清醒。所謂嘅清醒係，我想自己係一個喺呢一個所謂知識爆炸或者係知識洪流當中，我仍然可以選擇有一個清醒而且獨立嘅思考。嗰種清醒係我能夠好清晰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亦都係主體性嘅一個呈現。我沿住我自己呢個目標去衝啦，去學習，去嘗試，呢一種係我所定義嘅一種清晰。我有好清晰明確嘅目標，每一個學習、每一個吸收、每一個 input 都係為咗解決某一個喺現實當中我想要去了解或者想要解決一個實際嘅問題。而第二，我亦都想成為一個喜歡思考嘅人。
當我吸收到某啲觀點嘅時候，我能夠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時間去整理我呢啲嘅思緒，我去諗一諗，我學到呢啲觀點，究竟我如何去 apply 落自己日常生活當中呢？對於自己有一個不停去反思，一個好高自我覺察嘅能力。咁而第三點都係我覺得最重要，同時我冇可能100% 做得到，但係我會係同時做緊嘅一個方向，就係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呢樣嘢真係好難。對於愛自己嘅定義，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俾得出嚟。例如係多啲錫自己，買多啲嘢俾自己，同埋對自己好啲，唔好令自己咁辛苦，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好多人都識得講或者接納自己嘅脆弱面，即係正如啱啱我所講。但係你真係知嘅時候，你可以同時你都做得到咧，係咪真嘅咧？好多時未必嘅，好多時我哋知道一啲道理，但係我哋未必實踐得到。到底嗰個差異係乜嘢咧？我就係好想透過我嘅行動當中，逐一去縮小當中嘅一啲差異。如果用一個人生長期主義嚟睇嘅話，呢3種嘅特質，清醒、愛思考同埋知行合一，係我長久以來係不停去追求嘅一樣嘢。雖然有啲時候有啲嘅 moment，我覺得自己冇產出，我真係唔愛自己，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廢，我一定要為自己呢個選擇去負責。呢個亦都係愛自己一個呈現。我可以休息，但係我唔係用休息嚟逃避我嘅人生。我可以睇劇，但係睇完之後我要問自己，長期以嚟我係咪逼得自己太緊呢？我要點樣調整我嘅節奏呢？我當自己係我最好嘅一個朋友，我會點樣同佢溝通同相處呢？的確嘅，我唔係每日都做到愛自己，但係我每日都願意行翻呢一條路。我願意再去問自己呢啲嘅問題，我可以點樣去調整？我係我自己最好嘅朋友，所以愛自己有啱啱我所分享嘅用朋友視角嘅一個代入。仲有一個方式咧，就係叫做愛嘅5種語言。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有聽過 Five Language of Love。喺我上個星期，我有一個朋友咧就 share 咗一個 TED Talk 俾我。通常咧，我哋喺坊間去知道嘅呢一個 Five Language of Love 咧，一般嚟講咧係代表住我哋對人啦，或者我哋接收愛嘅5種語言，邊一種比較適合自己啦？喺嗰個 TED Talk 入面咧，嗰個主持人咧，佢就去講話，你都可以將呢Five Language of Love 呢5種嘅愛嘅語言咧，應用喺我哋自己身上啊。問題係我哋唔係淨係對其他人做，而係我哋對於自己都有一齊做。咁第一個係 Word of Affirmation， 一個肯定句語言啦。我哋可以多啲咧去讚美自己噶。由我之前就覺得自己報復式休息嗰日，一定腦海入面有個聲音就係話：哇，咁廢，配唔配講咩向死而生啊？我有呢啲嘅說話，我有呢啲內在聲音嘅，不如改成一句說話：我今日我知道自己狀態好差，但係我仍然值得被善待，我依然值得被愛，我依然可以接納我自己。我會去諗之後可以點樣改善，多啲同自己講呢啲肯定語，佢會令到你嘅思維調教翻去偏向正面嘅一方，慢慢去調節翻自己嗰個狀態同埋情緒。第二 Quality Time， 精心時刻。關於獨處點樣同自己相處咧，我嚟緊咧都會去分享一集關於獨處。所謂 quality time， 佢講緊嘅係你同自己相處獨處嗰陣時嘅獨處，唔係話你自己喺度玩電話喺度追劇呢一種嘅獨處，而係一種你唔帶評判咁樣去陪伴住自己。例如係去大自然散步啦，去欣賞世界嘅美妙，或者去做運動，去感受身體每一個部分，每一個肌肉，無論係痛楚啦、緊繃啦，定係拉鬆咗嘅肌肉啦。我今朝咧就喺屋企咧就做咗個拉筋練習。一直以嚟咧，我都好想為自己去培養一個運動嘅習慣。首先，運動呢一樣嘢，佢對我哋嘅健康好重要。第二個點就係令到我有一個比較好嘅身材，都幾追求呢一樣嘢。無論你話飲食或者運動上面，去有一個好好嘅身形，着衫都好睇啲啊嘛。同一時間就係運動呢個時刻，你係真正將自己嘅注意力放翻喺我哋身體上邊。我哋有時做嘢、閱讀、學習、翻工、翻學，往往都係將個注意力放喺出面嘅。我係喺運動同埋做 meditation 嘅時候，你先真正將個注意力放喺身體嘅感受。你做某一個拉伸嘅動作嘅時候，你能夠感受到自己肌肉係咪繃緊啊？你嘅肌肉會唔會話覺得好疼痛咧？呢一個 moment 你先係真正地去了解到你自己身體，去陪伴自己去做運動。呢個亦都係 quality time 嘅一個呈現啦。第三啦就係
gift 就係送禮物啦。而呼應翻我哋一開始所講，愛自己係咪就等於買好多嘢俾自己呢？佢係其中一個因素，原因都係嘅。但係所謂嘅禮物唔一定係買嘢嘅。佢可以係反映到你一個對自己有益嘅一個決定，例如你幫自己買咗一套新衫，你買咗一套新衫嘅背後，可能你有呢個新嘅款式、新嘅打扮，好開心之餘，同時你係代表住你更加清楚自己，我每一次嘅打扮，我每一次出街，我想呈現一個點樣嘅形象俾人知道呢？或者我心目中理想嘅，我有冇一啲比較穿搭嘅一啲風格，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嘅呢？我係比較中意一啲文青少少嘅風格啊，韓式啊，日式啊，還是係一啲可能老前鋒啊、法式啊、意式嘅一啲嘅穿衣嘅風搭呢？買衫嘅背後，你都可以諗反映住我嘅審美，或者係我對於邊一個國家文化、邊一種衫可以突出咗我好想追求嘅嗰種書卷味啊，或者係嗰種鬆弛感啊。買嘢都係代表住你嘅審美，你嘅價值觀係點樣呢？你想為自己塑造一個點樣嘅人生、點樣嘅生活呢？呢個亦都係主體性嘅呈現。到底你想要嘅係啲乜嘢？呢個係gift。咁第四點啦，就係 act of service， 就係你一種服務嘅行動。咁而愛自己一個比較成熟嘅方式就係你將生活打理好，為自己嘅未來去鋪路啦。例如好簡單，你去執一執整間屋啦，或者你去為自己咧去整一啲比較健康嘅食物去食啦，安排創作嘅時間表，可能針對我自媒體係有幫助嘅。呢個就係一個 art of service， 我自己都會諗嘅。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因為有時候我係 P 人啊嘛，有時候我做嘢係比較隨一個感覺去走，時間安排上面都比較彈性一啲。我都幾中意係俾啲時間自己去寫下日記，去整理一下自己目前嘅思緒，或者首先都會寫下 to do list， 就係今日我有啲咩係想要實踐，我有啲咩想去研究，有啲咩想做。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將生活打理得較有規律嘅其中一個好嘅方式，亦都係反映住我珍惜時間，我愛惜自己生命嘅一種呈現咯。咁第五啦，就係 physical touch， 身體嘅接觸，無論係我啱啱所講嘅一啲運動、啲拉伸啊，或者甚至咧，你可以試下擁抱自己，你將雙手環抱喺自己嘅膊頭啦，去掂到自己膊頭，掂到自己後背，你去愛你自己身體，去攬下你自己啊！呢個好緊要啊！你攬人，你會 feel 到一種催產素。當你去有身體接觸，去攬下朋友啊，攬下伴侶或者攬下屋企人嘅時候，同樣地，你都將呢一份愛俾一俾自己，你去攬一攬自己啊！而家聽緊我呢個 podcast 嘅時候，不如你都試下停低手頭上做緊嘅事，俾一個由心底裏出發，俾一個大大嘅擁抱自己啊！你去翻到去你嘅身體，去感受翻自己呼吸，感受翻自己嘅肌肉有冇痛呢？感受翻自己嘅存在。同時大家之後都可以試下做下 mindfulness 冥想，去專注喺呼吸上面，一呼一吸，回復翻去到當下。嚟到呢一度啦，同時咧，呢個就係我啱啱所講嘅一種 5 language of love 啦。咁唔知道大家覺得喺呢5種入面咧，自己做得多嘅會係邊一種，或者自己嚟緊有興趣想試嘅又會係邊一 type 呢？我就發現做得比較多咧 gift 或者係 act of service， 因為 gift 嚟講咧，我自己都幾中意 shopping， 最近又學咗一啲點樣着衫，為自己去做好一個形象嘅管理，同埋都係去揾翻一啲自己適合嘅衣服去買衫咁樣啦。我都好中意去睇下唔同衫點樣去襯搭，有啲咩嘅 insight 啊，去 look 下啲 IG reels 啊，都會去好中意睇呢樣嘢，去買一啲自己中意嘅衫。喺呢個過程，我會 feel 到自己我真係對於自己外在嘅形象注意同埋提升起嚟，嗰個 awareness 嗰個嘅 focus 放翻喺呢一度，我會覺得好開心嘅呢一件事。另外一個就係 art of service 啦，因為我自己比較重視啫，有時候我都會中意好寫 notes， 寫你筆記，整理翻我嘅時間表，打理好我自己嘅生活，將我嘅思緒 OK 透過行動寫字整理整 to do list 去打理好，我都好 enjoy 呢一種感覺。我就會想講一個 topic 啊，當你唔愛自己嘅時候會有啲咩嘅呈現。啱啱都所講，我哋由細到大好似嗰種嘅感覺俾到我哋咧，愛自己係有條件嘅，要當我做到某啲嘅成就，我要得到某啲嘅成績，我證明自己值得，我先至值得被愛。相反，當你開始愛自己嘅時候，你就唔會急住去向外界去證明啦，你反而會將個注意力放翻喺作品嘅質素，你嘅學習，
你嘅內在嘅成長。而我覺得呢一樣嘢呢，對於我自己嚟做自媒體嚟講都非常之重要。好多時候做自媒體嘅就會將嗰一種嘅成果就放翻係有冇人 like 啦，有冇人 share， 有冇人留言，有冇人轉發我哋嘅內容，去作為我覺得自己有冇價值嘅一個評判嘅標準。我應該要諗嘅就係，我要將注意力放翻喺作品嘅質素，我如何去提升可能拍攝嘅角度、寫文案嘅技巧，或者係一啲嚟緊嘅 trend 啦等等，或者嗰啲內容嘅本身，我自己個人嘅認知學習，其實往往都會反映住我產出作品嘅一個質素，我自己內在嘅成長。我應該將個注意力係放翻喺依個 area，先至係真正拎翻去識得點樣去愛自己，而唔係需要好急住向別人證明我好叻，而係我首先我做好自己，我將注意力放喺內在，然之後再將結果呈現俾其他人知道。而主體性就係我唔再將我嘅人生交俾觀眾去評分，而係我對於自己嘅價值有一個好清晰嘅評分標準，好清晰，我知道邊一啲係做得好，邊一啲係 OK， 做得未咁好，有改善嘅空間。去到呢一度啦，我都好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你係咪只係愛過一個有產出嘅自己呢？或者當你犯錯躺平嘅時候，你第一句同自己講嘅係一啲乜嘢嘅說話呢？愛自己唔係變得更加好先至值得，係即使我而家未夠好，但係我依然願意陪住自己行。做一個總結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探討咗究竟乜嘢叫做真正愛自己呢一個觀念啦。由本身以為係睇下啲雞湯文講得到愛自己嘅定義，係咪就係叫做愛自己呢？未必係嘅。愛自己嘅定義係你能夠去為你自己人生選擇負責之餘，同時你都能夠接納到自己有一啲情況係不在狀態，或者對於自己嘅信念有少少嘅動搖未必做得到而喺嗰個 moment， 你用一個朋友嘅視角嘅身份去對待自己，問下如果呢個人係你最好、你最愛嘅朋友，你會同佢講啲咩說話？你會陪住佢一步一步去調整翻，一步一步去做得到。咁而其次呢，我哋亦都有去講到嗰一種叫做我哋人生嘅長期主義。究竟你喺你生命當中，你有啲咩嘅特質係你好想要擁有嘅，係你理想人生一定要擁有嘅？我嘅話就會係清醒、愛思考、知行合一。即使未必每日都做得到，但係我依然選擇翻嚟呢一條路，我依然選擇履行我呢一個嘅特質，我會一步一步去做得到。亦都分享咗愛嘅5種語言 5 language of love。呢5種語言除咗對別人做，更加應該嘅係對我哋自己做，包括有肯定語句、精心時刻、真心禮物、服務行動同埋身體接觸愛自己係當你唔需要再去證明一樣嘢，你 focus 翻喺一啲你可以控制嘅，例如你嘅思想啦、心態啦、學習嘅歷程啦等等。咁所以就係呢一集送俾大家，願你哋都能夠去愛惜自己。未必可能真係做到無條件愛自己嘅，但係你要提醒自己呢個就係我最好嘅一個朋友，我會用我一生時間去愛你。我愛自己係人生一個畢生嘅課題。覺得今集 podcast 咧非常之好嘅話咧，就歡迎大家咧俾一個5星嘅評價我啦，亦都可以 follow 我嘅 IG Chloe_0622_ 去分享翻我哋啱啱討論過嘅一啲嘅問題啦。你係咪只係愛嗰個有產出嘅自己呢？當你犯錯或者躺平嘅時候，你第一句同自己講啲乜嘢呢？我覺得今集好嘅話咧，亦都歡迎大家 share 俾你身邊嗰個都好中意個人成長心理學去知道點樣可以真正去愛自己嘅朋友。願我哋都擁有愛自己同埋愛別人嘅能力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